金屬嘅電阻係隨住溫度升高而增加。多數用嘅半導體材料做嘅熱敏電阻 thermistor， 佢嘅個電阻值係會隨住溫度嘅增加而迅速減少。呢個實驗我哋會用一個燈泡、一個大功率熱敏電阻 A、一杯冰水同埋一杯熱水嚟到觀察熱敏電阻阻值係點樣同溫度而改變。將 A 放喺熱水，燈泡漸漸發亮。將 A 放喺冰水，燈泡漸漸熄滅。今次我哋喺圖一線路裏邊改用一個小功率嘅熱敏電阻 B， 同樣地將 B 放喺熱水，燈泡不亮；將 B 放喺冰水，燈泡仍然都係唔着嘅喎。點解呢？將燈泡除掉，換上發光二極管 LED。將 B 放喺熱水入邊，發光二極管漸漸發亮。而將 B 放喺冰水呢，發光二極管就幾乎熄滅喎。點解呢？